你好，我係 Isabella，我哋依家一齊嚟睇下2025年11月10日至2025年11月14日嘅香港股市市場分析同預測。港股最近雖然受科技股拖累而反覆下跌，但恒生指數喺26,000點附近都有穩固支持，特別係19週移動平均線同20天線已經成為關鍵防線。上星期低位之後急速反彈。雖然成交量未見明顯放大，但指數已經成功重回26,000關口，顯示調整可能已經到位。市場預期美國聯邦政府停擺有望喺下星期結束，加上經濟數據轉弱，進一步推升減息機會，港股短線有望出現小幅反彈。整體嚟講，國企股表現相對穩健，指數跌幅預料會受控。未來一星期大市以上落偏強為主。慢牛走勢暫時未變，恒指目前喺26,000點水平拉鋸整固，除非企業業績明顯偏離預期，否則突破機會唔大。短期應該會繼續上落市格局。雖然由星期一到星期五走勢係兩升三跌，但大市未見恐慌性拋售。100天線同26,000至26,150呢個區間提供咗可靠支持。分析認為港股唔會太差。特別係國企板塊防守力較強，而減息預期仍然為市場帶來動力。即使科技股跌多升少，整體指數仍有上升推力。預期喺25,500至26,500之間震盪整固之後，有機會再度慢慢向上。大市向上阻力依然沉重，多條平均線構成阻即市壓力。特別要留意上證指數喺期貨結算日能唔能夠守住3,850呢個支持位。恒指雖然曾經反彈，但成交金額偏少，動力明顯唔足，沽壓一增就容易出現反覆。外圍方面，美股科網股估值下調，香港科技股亦跟隨急挫，拖累恒指再次跌到去26,000點附近。內地10月出口數據遜於預期，出口動能轉弱。而中美貿易談判利好消息逐步消化，科技股進入調整期，令港股氣氛受壓。短期走勢方面，大市仍然持續反覆，預期恒指會喺26,000至26,500之間整固。成交縮減之下，要先睇100天線能唔能夠守穩。美股人工智能相關股份上星期急跌，香港上市嘅科技股亦同步下行，加上中國經濟表現疲弱。港股再探底嘅壓力有增加，期指主要阻力位喺26,400點，支持位則喺26,000至26,150之間。由於外圍科技股回調仍未完成，港股短期回吐機會較大。雖然下跌空間相對有限，但市場不明朗因素仍多，下行風險唔可以忽視。